多谢大家，我叫做郭润定啊。我特别需要先讲，今日我是代表欧妈妈领想，啊，我嘛捞足侪人来，是因为这毋是我一个人的想，所以我嘛请各位欧妈妈的理干事啦、囡仔啦、公务员啦，啊有捌参加欧妈妈的活动的人，咱徛起来者，咱的名小可长，咱互大家，咱是做伙来讲台语，算甲欧妈妈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多谢大家。等下搁有一句哈，吼，你先休困，吼。大家平安啊！各位先真就感谢各位家伫台湾为台语这条路，搁有咱台湾建国路头前的先摆，啊嘛就感谢今仔日的主办单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，对啊，欧妈妈会对5月开始，就是拄则主持人有讲嘛，逐礼拜拜六拢会有伫线顶的聚会，啊对5月开始，就是我有放。就是接一个任务，就是5月开始的第一个礼拜的迄个台湾文学欣赏会，就是我才会来到处理。啊，我会拖阮这边的人做伙来处理，安尼就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对，啊来就是阮欧妈妈是伫2016年开始放，啊2019年正式正做协会。啊，阮的理事长是伫台北人，所以是伫台北徛起的一寡家庭。毋过阮的会员范围是全台湾，啊，所以今年后个月我就要转来故乡。对，所以来开始捧阮下港的台湾家庭，是，啊，就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下港人爱当下港，就是家己的故乡，家己经营安尼。啊，伫遮搁需要讲一站，就是阮理事有甲阮干事有甲阮交代，就咱是台湾家庭，毋是台语家庭，咱是台湾人。就阮无想要讲家己是台语人，是因为就是咱知日本时代有讲国语家庭，迄其实是一个实名政策。所以就是我安尼讲，毋是要唱啥的意思，毋过阮会希望像咱的台湾文化论坛用论坛，上会用决定用台湾，所以咱嘛希望咱会当诚做骄傲的台湾人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啊，再来要进入无情的工商服务时间，就是阮今仔日中昼面册有发一个文。啊，或者就是阮要，我妈妈要来，就叫我妈妈，其实毋是阮做，就是叫我妈妈靠做，甲阮即个协会来做一个起印的软体，就是咱全台湾字，无论是白话字，也是讲汉字的部分，拢是全台湾字的软体。啊，当然这理由就是咱足侪先摆伫头前拍拼，毋过因为即马对足侪无更新，所以就是遮个理由，就是会当请大家直接去篇大文看。咱敢若万事交臂，阮私底下嘛已经用足久啊。就是，毋过即摆就是敢若欠45万，对，45万了后，欠着3个月到6个月就会当来出事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对。啊，上尾就是介绍讲，就欧妈妈逐年上重要的敢若2个活动。毋过阮平常时拜1到拜5，囡仔去学校的时间，就阮即阵人的会员，阮的目标就是家己的生活变做全台湾话的生活，无论是听讲读写，这是阮的目标。我嘛咧拍拼，所以阮目前日常的活动就是拜1到拜5，阮伫台北有带囡仔。就是爸母去上班，阮就是带囡仔，因为阮无想要囡仔入去到学校的环境，足侪人拢是伫学校的环境，才失去即个咱的爸母的，对。啊，另外2个上重要活动就是，我妈妈上重视的就是第一个上重要的228，当年的228，阮一定会办活动，无论是大还是小。啊，搁来另外一个是阮我妈妈台湾国。对，台湾家庭亲子会，当年的8月15迄刻头会来办，啊办伫无共的县市，就是等于讲台湾人团圆的概念。伫迄个台湾国，阮无希望是领队的形式，阮希望是，就像拄则足侪头前的友子有讲，我唱的，那就领想；，对我广播做，那就领想。毋过就是这真正是足无简单，因为咱台湾人伫现主时的社会，要用台湾话去做咱家己本身就熬做、就介意的代志，要做甲出头天，本来就足无简单。所以就是伫我妈妈甲咱在座各位台湾人，我希望咱共同的愿望应该就是身体健康、建国成功。多谢大家。